檐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欢迎光临。坐啦。爱丽丝，哎，干小姐，你敢讲吼，真是足好的呢。知影投资就是爱把握机会。多谢，我下日点。你敢知影？我手头这两撮客吼，都干那你资金多，眼光又阁好。安尼买像恁共款，会当专业替我操作啊！你敢知影？我之前甲迈克讲，我即马拄好有一条钱入来，所以才想讲问看卖啊，敢会当阁投资？也毋过，这个数字有淡薄仔大，爱我做一个提出来，才是有淡薄仔惊。甘小姐，这点你免烦恼，所有交易的明细拢是会当查的，而且还有顶面有签保底价，就代表你所有投资的钱最后拢会当赎回去。这点哦是阮公司互你的保证啦。而且我拄则查过啊，5000万的投资名额，敢若剩4个，所以干小姐假使你想要投资，下手爱较紧的哦，好机会是袂等人的哦。安尼我会赶紧决定啊！歹势，顶个资料毋知你敢有查来，敢会当阁互我看一下？有啊，你稍等者哦。来，你看一下。好。拢穿黑白啊，看起来应该是警察。高年级，你出卖我。干小姐，歹势吼，我要来辨数一下。你若是有啥问题，会先问麦克，我就要转来。好。组长，我感觉有写到，安怎是？卡水真是要去变数，哪有可能会遐济水？
白说无人。通知各单位马上行动。是。组长，你要安怎处理？即摆的历史已经知影警察要抓伊啊，丢小姐有危险，阮警察一定会甲伊救出来。我甲恁做伙去。你莫阁插手啊，高浩文，你先等下等消息。要不过我。一点钟若是无收到任何的消息，就打电话给阿嬷甲爸。林家兄，敢无掠到 Alice 日记咧 ？Alice 走去啊！阮无找到恁日记。哈！即马警察准备要行动，去救恁日记。因敢知影日记在倒位？唔知影，唔知影。警察若开始行动 ，Alice 随时有可能对阮日记安怎呢？即马袂当靠警察，咱一定要想办法找到恁日记互藏伫倒位。Alice 到底甲恁日记藏伫倒位啊？江林哥，你莫过来，我来。江林哥，你莫过来。我的，林家兄，你咧讲啥物啊？我甲 Alice 讲电话的时阵，我有听到友啊讲，江林哥，你莫过来。听伊口气，伊敢若知影伊咧倒位。我知影，迄间空厝，什么空厝？空厝在倒位？我去救伊啊！我甲你做伙去。袂呢受危险啊！就是因为危险，所以我才要去啊！卡输你一个人去，若无救着阮儿子，家己搁发生危险要安怎？所以我要爬。我甲你做伙去，我至少会当打电话联络警察，或者是看风头。林家兄，我甲你做伙去，拜托啊！林家。林家兄，你敢确定阮日子放关伫遮？这是雷公之前伫台湾的基地。顶个伊为着要甲我讨钱，甲恁日子还佫有卡廷拢掠来这所在。有卡廷有讲过，也毋过伊讲迄阵人足歹的，也是咱等警察来啊，也就是袂用等。若是佫等落去，恁日子就佫较危险。我唔知 Alice 会对伊做啥物代志。也毋过，恁若入去，因内底有人，安尼对哩。你免惊，等下我先入去。你秘伫车顶，毋管我拄着啥物危险，你拢袂当后袂走。你爱等警察到位，才会当出来。有听到无？
阮日子走，无我就甲你拼。丢你咧创啥？阮是叫你咧车顶等我。我着烦恼啊！日子咧，哈？我无看到伊，应该是互 Alice 带走。我联络跟组长。迄啥？是花哦，还佫有讲槌啊！日子跟我，不，日子无代志，日子绝对无代志。丢你，哈？行，莫无采时间啊！哦，紧啊！林家兄，等者，敢若怪怪。什么怪怪？等我者，丢你，你咧创啥啦？四、七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内底迄间房间较细间，我拄则去量，干若4部，这总共有6部，代表这有价值，考虑有价值。你看，真正较细间。去看卖，来。是空的。丢啊！是不是你在内底？有声。丢啊！咱做伙卡。丢啊！我甲你讲，阮即马要甲这堵壁卡破，你去咧，你壁卡远的，好不？免紧张，我马上叫你出来，等下。来。等下。丢啊！你免惊，我马上叫你出来。较体后咧，你较体后咧，哈。来。来，日子，我扶你。无代志啊。无代志哈。你可真正会当找到遮哦？好啊，顶一局算你赢，即马咱重新上诉，看谁才是真正赢的人。这局咱就来赌命。Alice，你莫冲动，先甲情况来，咱有话好好讲，好无？会惊哦！当初你为着这个查某反背我时阵，你就应该会知影，我会倒来报复的。Alice，你莫做戆代志，我已经报警啊，警察马上就到位。安尼又搁安怎？甲你抬死，这走埋伏啊！我拜托你，你想要伤伊，我会当互你。我拜托你，莫伤害伊，好丢啊！你在创啥？这跟你无关系，警察又有走。别走，出来走！你两个拢甲点起！你无希望伊死，好啊！安尼你代替伊。我知影你心肝内敢有这个戆查某，安尼我就心全认。我爱你用一世人会记的，是你的爱，还是这个查某？
林家，你有安怎无？林家，你讲有倒位？你讲有倒位受伤？林家，无代志，我无代志。你有安怎无？啊？我无。看领导，调好。敢放开！我人手受伤啊，车派救护车。你无代志无？无代志。安尼就好，救护车真紧就来啊！出走。是，行。二姐，你有安怎无？我无代志。我拄才掠准，恁两个人会死。无代志啊。你哦。有啊，到这你无代志啊，若无好，我一定会后悔一世人。拢过去啊，咱无代志就好。等一句啊，我嘛白。小乌鸦比多啥？时间真正过得足紧呢。你看，我拢生两个啊。你咧？什么啊？你甲周友莲啊？什么时阵要结婚啊？阮两个拢足无用的啊。好，恁拢甲我遮尔侪年啊，会当结婚就紧结婚。你看，咱进前社团迄几对无马上结婚呢，拖到尾啊，拢分开啊。也毋过你甲周友莲嘛真厉害呢，竟然会当挡遮尔久。讲起来，我甲友莲会用做伙，这拢爱多谢你啊。其实嘛是拄好啦。迄个时阵，周友莲拄甲初恋女朋友分手，逐工拢无欢喜。阮几个同学就想要甲伊介绍女朋友，互伊行出来。拄好，你就加入阮社团，阮就甲恁杀作对啊。对啦，可欣，你敢有看过友莲伊的初恋女朋友？哎哟，拢过遮尔侪年啊，问这创啥？我只是有淡薄仔好奇啊。安尼，我甲你讲伊的秘密好啊。你莫甲周友莲讲哦，周友莲要甲迄个查某囡仔带来学校。真是了。大学1年啊，有一天，伊雄雄四界问，敢有无人看名称会当收留因小妹？迄天我拄好要转去，我就甲我的名称做因小妹啊。后来想起来，我感觉迄一定毋是因小妹，一定是个女朋友。你敢有看到迄个查某囡仔？有啊。第二天我转去宿舍，拄好拄到伊咧款物件，阮阁有开讲一下。伊讲真欢喜甲我讲，周友莲要带伊去学校踅踅。伊迄个模样，看起来就是咧谈恋爱啊。也毋过迄天了后，周友莲就完全变一个人。后来才知影，原来伊失恋啊。我想，迄天因之间应该是有发生啥物代志。你敢知影迄个查某囡仔的名？名我是毋知影啦，也毋过我阁会记得伊的模样。低头脏，真悬真瘦。敢是伊？敢若有淡薄仔像，也毋过过伤久啊，我嘛无确定。你哪会雄雄关心这件代志啊？敢讲周友莲甲伊的前女朋友阁有联络？无啦，就前一阵仔我陪友莲去参加伊的高中同窗会，有拄着迄个查某囡仔，拄则听你的形容，我就想到伊。是哦，原来周友莲的初恋女朋友是伊的高中同学，伊迄届真正互相甲足深的，逐工拢足无欢喜的。你敢我会记？迄个时阵孙燕姿有一条歌叫做《遇见》。伊逐工拢在遐哪听音乐哪唱，
尤其是最后迄两句，什么“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”，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。请你来。有咧，你在看啥？无啥物啊。哦，你毋是甲我讲你的手机要落去啊？对啊，所以我去买一支新的。那会看起来甲以前同款。旧的用惯势啊，所以我买一支同款的。你真正是这小情的人。哪有闲过来？我甲考兴约在护工啉咖啡，就过来看你啊。伊最近好无？我足久无看伊啊。伊已经是2个囡仔的妈妈，身材也是保持了真好，甲大学时阵无啥物无共。安尼恁拢讲啥？讲你的初恋啊。哈？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你的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眼泪流下。我甲考兴约在护工啉咖啡，就过来看你啊。伊最近好无？我足久无看伊啊。伊已经是2个囡仔的妈妈，身材也是保持了真好，甲大学时阵无啥物无共啊。安尼恁拢讲啥？讲你的初恋啊。哈？考英甲我讲，有一届你的初恋女朋友去学校找你，你阁家证明床，互你的女朋友困啊。你莫听伊咧遐有白讲，我哪有带什么初恋女朋友去学校？安尼证明床的代志应该有吼。应该是文琪啦。伊迄时阵要考大学来参观学校，也毋过无钱住旅馆，我就借眠床互伊困啊。既然是文琪，那误会是你的女朋友？谁知影？考兴这人嘛真害，无母清楚状况就有白讲。对啦，恁爸明仔载毋是要交保，你几点要去找伊？我陪你去。我今日来就是要甲你讲这件代志。明仔载交保，我爸会有足侪政治界的朋友去接伊。我感觉你还是莫出现较好啦。好，安尼过2天，我才去恁兜看伊。无代志啊，我先来走。好，我送你。唔免啦。总算回来啊！哎呦，拄则真正足刺激咧！我的人生头一摆看到警察甲歹人开枪，哇塞，迄个枪支啊在蹦蹦蹦，比迄个什么烦恼影响厉害100倍，足刺激咧！我这个效果结束，一直要去甲阮同学讲，互因足欣赏的。刺激！我拢烦恼到要死啊！你咧讲人家去创啥？你敢知有偌危险？就烦恼你啊！我是你亲爱小弟呢。
李记，家在你明明慢慢回来。好啊啦，莫使那样。啊，那你邻家兄，有一件代志我即马无做袂赢呢。起来者。创啥？张丽，你在创啥？伊欠拍，害你互放票。吼，高两角，来第二关。张丽，我无代志，伊讲的无毋对，动手，来，第二关。第你甲我二关。自首。代志也毋是你想要互伊变到安尼，那是你毋对。你有安怎无？吼，那会是你的毋对，你有安怎无？日子，你搁讲一届，我录影互大家看，互你因哦。搁讲，讲生笑的啦，放轻松，放轻松，放轻松。李志虎，你看阮李子啦，我毋甘你，即棍以后才算。你以后若是搁互伊受伤，就算是一支头针，我拢甲你讨10倍。良心，绝对袂外解。毋对啊！你拄则讲啥？毋甘？我哪毋甘？我这是徛伫个喜悦立场，关心伊。关心，关心。身躯真垃圾，我去洗身躯。关心啦。拄则是毋是拍到有较大力？小可尔啦。哈哈。较忝嘛好啦，安尼你才看会出来阮李姐的真心吗？啊，伊这个人就是死硬的脆皮，也毋过伊的表情甲伊的动作吼，足老实的，看会出来伊足要紧哩。唉，拄经过危险，腹肚足枵的。搁要食物件，我有洗手啊，等我。敢困啊？要不，有代志是？尤里敢困啊？困啊。我在想，差不多应该互伊转去啊。你是毋是有啥物话要甲我讲？对啊，是的，互你拄到这种危险，差一点仔就无命啊！有你讲了对，这一切拢是我害的。哎，无代志啦，我袂怪你，这也毋是你的毋对。有你的话，你嘛莫囥在心内。你看，我即马人毋是好好。你即马应该嘛知影，我根本就毋是啥物心态劣雅师，只是一个自头到尾的。以前你安怎，我无想要知影。我敢若知影即马，你已经无共款啊。对啊，这已经毋是第一届，我害你拄到这种危险，而且我根本袂当保证袂阁发生。所以咧，你想要讲啥物？即马上好的办法，就是我离开台湾。离开？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这已经毋是第一届，我害你拄到这种危险，
而且我根本袂当保证袂阁发生。所以咧，你想要讲啥物？即马上好的办法，就是我离开台湾。离开？你要去倒位？我的手头有一寡雷公犯罪集团，因犯罪证据，我想要去澳门检举。雷公无互抓起来，危机根本就无法度解除。江林哥，你讲遮你即马去澳门，根本就是去送死。也毋过我离开，就袂牵连到你甲卡廷啊。我就是一个灾难，我是离恁愈远愈好。我即马无想要甲你讲这，你是卡廷的监护人，咱讲好伫伊满18岁之前袂离婚，而且你哪有钱？你听我的，你只要乖乖踮伫台湾，才是上安全的。对啊，你是一个好查某人，你应该甲配起你的好查某人做伙，莫因为阮牺牲你的未来，你的幸福，安尼无价值。晚安。我总算过倒来这幸福啊！头家，太太有交代我准备低卡面线。佳节啦，过温啦。阿姨，这我来啦，麻烦你。好，爸，看小姐啦。明明这么简单的一碗面线，吃到这么感慨，恁知影无？即摆会当坐伫遮，然后有恁的陪伴，我就满足啊！爸，你阁讲遮爱创啥？转来就好啊。这段日子辛苦恁啊！我即马出来啊，免烦恼啊。上重要的是，甲家己的身体照顾好。其实吼，这段时间上辛苦的是慧敏，伊为着你的代志，还有公司的代志，四界走撞，真正是看见人情冷暖，才足济苦的。家仔哦，有人一直甲伊斗相共，前一阵仔搁借咱一笔钱，无咱公司的资金，才是无法度周转啊。都3000万嘛，这2天我调一个，应该无问题啦。然后把钱摕去现互厂家，利息要安怎算，咱共款算互因。爸，有人伊并无催咱还这条钱啊。我就是无爱欠因兜人情，无爱看因兜的人的面色。爸，我去开门。慧敏，你一定要注意，你哦。你好，讲嘢啊！哎呦，
安那来？我就听张伟讲你今日会转来，就紧来甲你看啊。永安吼，阮办一桌请你，甲你接风。感谢，感谢。你甲回面去楼顶，我甲因讲一下。好，恁豆豆讲。议员，啥款？七国兄出来了后，就直接转去啊。无偌久，我就看到廖主委还有张理长伫去饲甲。绝对无好代志啦！进前，咱本来有机会会当趁清亏案，搁伫咧议会的时阵，一卡甲饲甲打死。结果就目睭金金看你，互因起死回生啊！议员，你即届是打算安怎做？我是感觉讲吼，你袂当搁像顶届共款软心吗？饲国雄。毋是饲慧敏呢，无遐尔好对付。张伟，你是咧怀疑我的做法是无？毋是啦，我是想要提起议员你。人讲吼，对敌人上好，就是对家己残忍吗？饲国雄是会扣分的人呢，这件代志无这么简单就准拄煞。伊只是一个退死的政客，有啥物好惊的？即摆当控制局势是咱，我爱活就活，爱死就死。你等下看啦，我会去找齐国雄讲，等讲煞，伊就唔敢搁甲咱作对啊。看我安怎对付。今仔日敢是啥物特别的日子？哇，好干那只吐司边的日记遐开遐侪钱买，哇，这足贵啊吼！毋对啊，你哪有钱会当买这？我甲我的古董相机卖掉啊。你讲你迄台宝贝相机？林家兄，你是毋是有啥物拍算啊？是啊，我打算离开台湾。啊！阮日子敢知影？我甲伊讲啊。伊敢有讲啥？你嘛知影伊的个性，无讲啥。安尼你打算当时转来？也毋知影。啊，为着要灭遐歹人是无？等警察甲伊抓起来，你就转来吼。到时阵就看啦。对哩。你甲我听好，我离开了后，你要好好照顾恁儿子。实在啊，到底你应该嘛知影，恁儿子其实真孤单，就需要亲人的陪伴。我毋是毋知影伊的个性，伊需要的毋是阮张家的人。安尼咱就祈祷，祝福伊拄到像阮阿兄同款的好查某人，永远幸福。哎呦，恁个兄！好啊，我要准备啊哈，我就袂赴啊。来，等下替我把这摕过去，我要洗菜吼。你要出去啊？我去外口公园行行咧。我陪你去。免啦，你伫咧厝诶就好啊。我一个人去。阿伯，这个无看。这是南投国信乡的冠军茶，我摕来互你啉看觅。
莫甲我来这套。有话就做你讲啦。你拄则伫电话内底讲要合作，要安怎合作？阮爸无分区立委的任期你要到啊，伊决定出选后届的区域立委，希望阿伯会当支持。请你拄好，我嘛要出选区域立委，阁想要去恁兜，请恁支持我咧。看来兄弟爬山，虽然拍拼啦。阿伯，我是真有心意，想要来拜托你。詹顺清，你莫掠准清亏案的代志，你又甲回面斗3工，咱以前的代志都全部拢过去啊！恁兜对我做的代志，我永远拢袂放袂记你。我毋若互关过啊！我即马嘛毋是议员啊，我无啥物好惊的。我出来选立委，敢有选调，我根本就无要紧。我就是要互恁爸选袂调。创啥？你看就知影。你伫清亏案内底，甲多几个环评委员见面旅游，送钱河西，时间、地点、金额，这顶悬写甲清清楚楚。我只要甲资料交互检调机关，因提去调通联记录，或者是监视器。我想，你可能会互抓去关10年。你是连任几落届议员啊？这几年你做过偌侪未见人的代志，这甲可能连你都记袂清楚啊！那些一件一件查落去，毋若你，我看市价永远无可能翻身啊！詹顺清，你手头有这资料，煞无摕出去，你到底想要安怎？我想你应该要会着。我安尼做，拢是为了回面。你莫甲我讲这啦，伊有家己的想法，我无法度影响伊。干嘛呢？要毋过自以前到即马，你毋是一直拢伫影响回面？做这甲张友莲交往，既然安尼，你同款会当互回面甲我做伙。我对回面的心意，自以前到即马拢无改变。伊甲我做伙会变甲真幸福。你嘛袂有啥物代志。安尼做，对市价来讲才是上好的。我想你应该真清楚，慧敏是唯一会当救你的人。请你回去好好想看卖。咱应该做伙作战，毋是变做敌人。我讲过啊，我无想要做政治。迄毋是你真正的想法，你只是为了配合张友莲尔。为着这个家，不管付出偌济代价，我拢甘愿。答应我，你以后一定爱幸福，爱试看卖去接受亲人对你的关心，莫阁孤单一个人啊。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帽线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门前，像不曾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，去听了像候鸟咖啡的在远，终究还是回到那
点点。